Popwalk 力建人寵共融玩樂點。Popwalk 為將軍澳深受歡迎嘅寵物友善商場，備受寵主追崇，雲集15間寵物友善餐廳，其中2間寵主界大熱 Stay With 以自創嘅寵物餐單為賣點，又策略性劃分人寵專區，吸引張男寵主經常惠顧。Dreams Cafe 提供戶外餐飲區及寵物友善小食，方便寵主帶大型毛孩出遊。團隊又致力提供多元化活動，例如9至10月每星期舉辦萌寵市集、全港首個 Dogtoberfest、Halloween 萬聖節扮嘢大賽及全新首創寵物婚禮場景及證婚服務。以上活動成功帶動週末人流上升8%，生意上升5%。因此，租務團隊成功引入3間特色寵物商戶，包括創新 Pet Menu 嘅 Yogurt 店 Yolo、線上人氣寵物蛋糕店 Molo 及已開業嘅人寵共融餐廳 Walk We Eat，全面升級商戶組合。